喲，歡迎各位嚟到最新一集嘅傑出阿仙奴。先恭喜阿仙奴啊，淘汰皇馬兩回合，竟然去到5-1呢個對比之下一個幾懸殊嘅比分啊嚇！咁啊淘汰呢隊歐冠嘅王者出局，晉身4強嘅4強嘅對手就係另外一支今屆表現進攻出色嘅巴黎聖日耳門啊。OK， 今日馬上睇睇啦，喺4強首回合對戰之前呢，兩隊有幾多場嘅比賽啦？阿仙奴好快嘅嚟緊週日啦，9點咧就會作客去到葉士域治啦，跟住下個禮拜週中星期3嘅深夜，星期4嘅凌晨呢，就主場迎戰水晶宮啊。點解有一場攝喺嗰個位？就因為水晶宮跟住落去26、7號就有場足總杯4強嘅賽事對住亞士東維拉，所以呢一場波就掹早少少踢啦，大家就就啦。嗱咁呢個就一就唔係冇好處嘅，咁因為咧再直落去呢個4強嘅歐冠首回合啦，咁主場迎戰巴黎聖日耳門啦。咁啊4月30號嘅呢度即係話足足差唔多有成個禮拜嘅休養生息時間。好啦，4強首回合之前嘅巴黎咧，咁佢哋之前比較多比賽喎，多咗一場法甲嘅賽事嘅3場嘅，分別係主場迎戰呢個勒哈費爾同埋尼斯以及作客對住呢個南特嘅咁樣，咁即係話喺4強首回合之前呢，巴黎係要踢多一場比賽嘅。好啦，大家各自喺4強兩個回合之間呢，有咩比賽呢？阿仙奴主場迎戰般尼茅夫，而巴黎聖日耳門呢，就作客對住今屆法甲新冒起嘅力量史特拉斯堡，呢一間正正就係車路士嘅姊妹球會啦嚇。咁史特拉斯堡就力圖企穩前列嘅話咧，相信呢一場波應該會係搶3分嘅。不過巴黎就其實輸幾多都係法甲冠軍咁解咯。好啦，然之後就係4強嘅次回合啦。咁對比之下啦，由聯賽去到4強次回合咧，阿仙奴都係多一日時間嘅休息嘅。然之後咧4強翻嚟啦，嗱各自都有晉級去到決賽嘅機會啊。假設能夠去到決賽嘅話咧，決賽之前阿仙奴係剩翻3場嘅英超賽事嘅。不過就惡戰連場喎嚇，分別係作客利物浦、主場迎戰紐卡素同埋作客對住包尾大翻嘅修咸頓。相反咧，如果係巴黎去到決賽嘅話咧，剩翻2場賽事就係作客去到對住蒙彼利埃，同埋主場迎戰歐塞爾嘅。相對地，若然佢哋能夠晉身去到決賽咧，喺呢個4強同決賽之間嘅時間就比較充分，可以準備一下啦。嗱，點解要講埋呢一樣嘢咧？都幾影響季尾嘅爭逐嘅，因為呢一件事情。嗱，譬如話巴塞隆拿若然能夠最後擊敗國際米蘭入到4強，入到去呢個決賽嘅話咧，佢哋剩翻起碼有4場嘅西甲賽事嘅。咁至於咧呢個國際米蘭咧，同阿仙奴一樣，都係剩翻3場嘅聯賽賽事嘅。特別咧，如果國際米蘭殺到入決賽嘅話咧，佢哋之後嘅任何一場嘅意甲賽事都唔能夠掉以輕心嘅，因為拿波里追趕佢哋追得比較近啲。同樣皇馬而家出咗局咧，如果發力喺聯賽嗰度急起直追咧，巴塞隆拿聯賽個席位咧，相信咧未去到最後一場嘅話咧，都唔能夠安枕嘅。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如果呢4強嘅隊伍嚟講咧，阿仙奴同埋巴黎相對地輕鬆啲，更加輕鬆嘅咧就係呢個巴黎啊。即係如果一旦去到決賽，有更加多嘅時間去準備。咁至於巴黎聖日耳門啦，或者阿仙奴嗰方面咧，呢個對碰嘅預測咧，我覺得要等待去到即係首回合舉行之前嘅幾日啦，先至可以作出一個判斷啦。因為你到時唔知又會唔會即係 touch wood 講句，可能增加傷兵啊，或者有一啲絕對嘅主力突然之間係可以復出。咁呢個我相信係阿仙奴嗰邊啦嚇，因為巴黎近呢幾個月佢哋個陣容都幾穩定下嘅，都好似冇咩太多嘅傷病咁樣。咁但係巴黎聖日耳門啦，喺作客對住亞士東維拉啦，都失咗3個波，一度係領先2球，即係一度咧佢哋個總比分係去到4-0㗎啦嚇。咁樣俾亞士東維拉砰聲入翻3球啦。咁即係話佢哋個心理質素咧，原來冇我哋想象中咁好嘅。咁縱使佢哋2個回合對住利物浦啦，都可以壓住對手，但係我哋睇翻對亞士東維拉咧，就即係幾乎一度下半場，我自己個人睇緊直播嘅時候都以為亞士東維拉有希望追和，甚至乎反級添㗎嚇。因為去到下半場，當呢個嘅干沙射入埋3-2反級個球之後咧，其實成隊巴黎聖日耳門咧都組織唔到任何攻勢嘅，真係靠丹比利咧去單打獨鬥嘅啫，靠翻個人球員嘅能力嘅啫。咁呢一點咪似翻皇馬呢2個回合前鋒嘅表現啊！即係佢聯繫唔翻成隊波，踢得好辛苦嘅。咁呢一個係佢哋畢竟咧係相對地比較後生啲嘅呢個班底嗱。咁即係始終有辣有唔辣咧，經驗上面比較缺乏啲，未能夠馬上收斂個心神啊。你諗下，薩加仔射72碼可以當冇嘢嘅啊。咁呢一點咧就係嗰個成熟處理嘅落差問題啦。OK， 即係話巴黎唔係冇佢哋嘅弱點嘅，不過佢哋今屆嘅進攻啦，佢哋嘅二閘球員啦。
佢哋中場球員嘅 cover 個範圍咧，呢一啲咧正正咧，如果要比較咧，同皇家馬德里咧呢三項嗱，即係我再重申一次，攻擊球員個流動配合表現、中場球員個覆蓋範圍，以及一隊閘位球員嘅出擊咧，呢三範正正就係領先於皇家馬德里，甚至乎皇家馬德里呢兩個回合對住阿仙奴咧，最弱嘅就係呢三個項目，所以阿仙奴就真係要重新基本步再嚟過嚇，抱住個心情，唔好諗住喺聯賽階段贏個2-0就是一切。我哋知道啦，湯馬斯帕迪嘅不智啦，下半場嘅尾段啦，咁樣同魯迪加大家吵鬧啦，咁引致到球證嘅呢個法國球證拿迪斯亞就俾面黃牌佢，所以你唔怪乎得喺個鏡頭都毫無避忌咁樣影住迪勤懷斯點樣走埋去，我相信係怪責呢個湯馬斯帕迪㗎啦，睇個神情表情。咁呢一點係冇嘅，係抵鬧嘅，即係你小不忍則亂大謀，仲要你已經引到下半場尾段啦，係咪先？大家都咁克制，點解你做唔到呢？咁啊，係咪湯馬斯帕迪其實想自己唔踢㗎？即係不過呢個當然係講笑咁講啦。好，阿仙奴能夠擊敗皇家馬德里，仲有一項重要嘅數字，呢個數字係反映得到呢。佢個背後咧係有好多因素而造成嘅，呢個就係跑動距離啦。咁呢個跑動距離係根據歐洲足協嘅統計嘅嗱，出到嚟原來係咁樣嘅。皇家馬德里一兩回合嘅總跑動距離咧，計呢個 km 咧就209.3 km，係8支8強隊伍入邊咧最少嘅。嗱，本嚟排最尾唔等於佢跑得少嘅，但係點解又話佢真係跑得少咧？因為你睇埋其他球隊佢哋總跑動距離啊，第7位原來巴黎聖日耳門喎，竟然係第7位啊，225.5 km， 相差好遠啦。第6位亞士東維拉230.5 km， 第5位亞仙奴，其實亞仙奴都唔係跑得最多嗰隊嚟㗎，231.5 km。巴塞隆拿兩個回合都一樣嘅，幾乎係一個跑動距離234.1 km。多蒙特啦，次回合要急起直追咧，佢哋係唯一一隊咧，次回合咧嗰個跑動數據增加咗咁多嘅球隊嚇，咁啊加埋236.5 km， 咁大家睇翻住呢個圖表啦嚇，國際米蘭咧就239.6 km， 拜仁慕尼黑就246.2 km， 嗱我哋單睇拜仁同皇家馬德里個落差都相差成37 km 咁滯。而家大佬，即係各大球會兩個回合啫，嗰個跑動總距離落差咁大嘅，皇家馬德里你究竟發生乜嘢問題啊？係咪？就算對比翻阿仙奴啦，都跑多佢成21 km， 係嘛？即係兩個回合嘅對碰，大家彼此個落差咁大，亦都係成為咧8強裏面4 pair 球隊嘅對碰入邊咧，彼此之間個跑動總距離咧個相差分開最大嘅咧，就係阿仙奴同埋皇家馬德里呢一 pair 嘅。嗱，其餘拜仁同國米冇差咁遠嘅，差7 km 嘅啫。多蒙特同巴塞隆拿差2 km 多啲。咁亞士東維拉同巴黎聖日耳門咧，稍稍多啲啫嚇，嗰度係大約7.5 km 左右啦。咁你可想而知啊，唯一一隊跑輸落後20 km 嘅皇家馬德里，即係我相信，如果依個咁嘅跑動能力咧，唔好話對亞仙奴啊，可能對亞士東維拉都可以贏佢啊，甚至乎係多蒙特。甚至乎係呢個拜仁慕尼黑，呢啲我講緊嘅係出局嘅球隊。好，睇翻雙方出賽嘅正選陣容啦，咁啊皇馬平均年紀27歲啦，阿仙奴就25.1歲啦。其實皇馬嗰陣唔係冇喐過嘅，安察洛提都變嘅，為咗加強翻中場嘅創造能力同埋分波能力啦。咁曹亞文尼嘅復出好緊要啦。另外就費特力高華維迪索性拱翻上中場嘅嗱，不過佢今日嘅表現啦，可能受到其他隊友嘅拖累啦。我覺得佢令我失望啦，佢今場波嘅表現啦。喺進攻方面毫無助力嘅威脅嘅嗱，一隊閘位球員啦，分別右閘嘅盧卡斯華斯基斯同埋呢個艾拿巴啦。嗱，佢哋呢個陣容其實本身有個先天性嘅弱點，就係艾拿巴嗰度嚇。咁盧卡斯華斯基斯亦都係年紀比較偏大啲啦，個活力就唔係好足夠。咁最重要嘅就係前面嗰幾位幾大天王咧，基本上係貌合神離嘅，而本嚟費特力高華維迪拱咗上去咧，就可以釋放到比寧咸唔需要做咁多防務嘅工作嘅。咁但係比寧咸亦都唔係上屆嗰個咯喎，唔知點解咧？好似你要佢步入禁區嘅時間啦、次數啦、起腳啦，都係冇咗嗰種靈性嘅。咁邊個阻住佢咧？我諗我咁講得，大家都呼之欲出啦個名字啊！咁阿仙奴啦，底莊可以出嘅陣容最強嘅都係呢一個啦。嗱，睇翻落去啊，按今時今日，如果你望一望呢個陣容咧，我就算佢卡華查出翻嚟，就算佢米列圖出翻嚟啊，費朗文迪出翻嚟啦，如果單計中後場嘅實力咧，我覺得大家頂多
皇馬都係同阿仙奴平頭嘅啫。咁相反啊，阿仙奴如果係傷兵都可以盡出嘅話咧，單計中後場嘅能力咧，我覺得今時今日阿仙奴其實咧係仲要稍稍係稱先半線嘅添。咁攻擊球員冇得好講啦，佢哋個個都可以賣到1億嘅身價係嘛？咁啊冇辦法去比較嘅。咁但係咧，佢哋又貌合神離就自廢武功。嗱，約略講少少過程咧，除咗你話一開波好早段啦，維利素斯嗰度喺左路爆過下之外咧，而出到個波或者叫射門啦，去到遠處俾麥巴比心口撞入啦，以為咁快搞掂，不過佢越位啦，明顯就嚇跟住落去呢個10分鐘嘅時間都係阿仙奴嘅世界啦。薩卡仔左右開弓，右腳啱啱射斜，左腳亦都係俾呢個古圖奧斯飛身撲落地瞓走咗個波，跟住然之後就一次嘅角球攻勢斬埋去，古圖奧斯接實，原來隔咗一段時間睇翻 VAR 睇翻慢鏡先知道喺禁區12碼點附近爭逐嘅亞辛斯奧就拉跌咗美連奴。咁啊球證睇翻都經過一段時間嘅，結果最後判12碼嗱。雖然薩卡仔射失咗啊，亦都射得唔好嘅，即係坦白講要鬧嘅。咁不過呢個波射之前本嚟奧隊就執起個波執起一段時間嘅噃嚇。咁最後個鏡頭望一望一 cut 翻過去，已經見到薩卡仔準備射啦咁樣。我就曾經喺直播講過，唔知呢啲係咪一個擾敵之計咧？咁但係無論係與唔係，你唔入就乜都唔係嘅啦。咁薩卡仔好嘢喎，係嘛？你睇佢個表情好似當冇事咁嘅喎。呢個球員都經歷過掃翻射12碼嘅失誤咧，都點樣處理個情緒咧？佢自己都知道係好重要嘅。咁相反，皇馬跟住之後喺禁區裏邊，亦都有一次咧，麥巴比疑似俾呢個迪勤買斯拉跌咗啦。咁但係睇翻嗰個動作，似乎就個力度唔大嘅，係有觸碰咁亦都似係麥巴比自己放遠啦。嗱，當然，但係因為個動作個擒抱個動作咧就好突出嘅，所以你話如果球證最後俾12碼，亦都係無可厚非嘅。咁事實上呢個球證啦，法國籍嘅球證拿迪斯亞亦都係即時俾12碼嘅，不過就睇咗好耐 VAR， 亦都等候好耐嘅指示啊。咁結果佢都係冇判嘅喎。呢個12碼兩邊嘅處理咧，我發現得到咧，好可能係影響咗球迷對呢位法國球證嘅印象嘅。因為事實上我睇翻，你話佢成場波嘅執法係咪無懈可擊咧？唔係嘅。我覺得呢個球證比較有耐性嘅，係執法得唔錯嘅，但係總有幾下場面，包括比寧咸嘅一啲過火嘅動作啦，比較燥底啦。另外就係魯迪加啦，魯迪加特別有一次咧，大家都記憶。應該會記得嘅咧，就係話佢點樣一隻腳順勢就踩咗落去呢個史基利個肚煲上邊咧。呢個動作，如果你嚴啲，坦白講直紅都得啦。咁但係球證又錯過咗。但係如果你話上半場頭段呢兩個12碼嘅處理咧，啱啱係逆轉嘅話咧，冇俾亞仙奴嘅。你射唔射失都好啦，但係就俾咗麥巴比嗰邊嘅話咧，咁再加埋呢啲動作咧，我相信球迷就有嘢講㗎啦。咁但係拿迪斯亞呢個球證總體上面嚟講個執法咧都 OK 嘅。好啦，皇家馬德里本嚟咧賽前個聲勢啦做到咁轟動啦，我自己都有啲擔心嘅，作客去到咁但係你睇翻佢成場波嘅進攻啦。我甚至乎睇翻佢哋自己直播商 beIN Sport 嘅精華嗰8分幾鐘啦，再睇多次啦。基本上皇馬都冇咩攻門嘅機會係令你睇到覺得係心驚膽跳嘅。咁真係慘啊！次回合我相信咧，作為皇馬嘅球迷咧，應該係要感到失望啊！甚至乎客觀嘅球迷都係。點解呢隊皇家馬德里兩個回合踢到出嚟會咁嘅樣嘅咧？係咪更加多？我哋見到咧就係啲波45度角咁樣掉埋去。呢啲波以前阿叔林尚義先生話齋最啱啦，守衞最中意啦，教埋佢哋點樣解圍啦。而特別係你又冇一個強力嘅中鋒去招呼對手。上季都有個老將何西路啊，6尺幾高，今屆冇嘅話，你憑住你嗰班前鋒球員嘅特質，你斬啲波埋去，你俾邊個頂啊？即係你前面幾個球員自己又唔好去配合。咁無計可施啦。從呢一點，我覺得安察洛提可能對於更衣室個掌控咧，就失去咗佢嘅控制力啦。講翻呢件事情啦，比寧咸上屆有好多後上入攝禁區嘅次數或者入波添啊，直接啲講，今屆少咗好多啦，係咪？維利素斯個演出亦都忽高忽低啦。但係我哋又諗翻，其實國際賽週期之前咧，呢啲球員個配合係唔錯嘅喎，係咪？由擊敗曼城嗰度啊，大家睇得到咧，咦，成個麥巴比翻晒嚟嘅喎。但係國際賽週期之後咧，打回原形啦。我覺得係去到重要嘅賽事咧，我純粹捉一捉佢哋嘅心理狀態啦。大家可能係追求啲個人榮譽比較緊要啲啦。所以去到重要場合咧，
都係留翻於自己表現好啲啦。我有一次見到麥巴比推向左路啦，維尼蘇斯一路喺左路邊線上喺度等待緊嘅，佢結果一個屈尾十扣翻入大位，望翻去右路交翻去右邊嘅球員，俾費特利高華維迪。咁你諗下，如果我係維尼蘇斯嘅話，真係即係你話有乜辦法咧對住呢啲咁嘅隊友係咪先？咁所以一個麥巴比咧，佢好嘅時候就大家都好咯，佢唔好嘅時候咧，弊咗其他嘅隊友都冇辦法好，咁呢個先至係重點啦。咁啊，洛迪高啦，連續2個回合都係嘅，我覺得佢好似喺度自己猜波玩緊咁樣。咁連佢都踢到咁游離於成隊波，咁啊上屆係唔會有呢種狀況出現㗎啦。其實今屆一段時間都唔會嘅。總言之，當佢哋唔係即係大家唔係齊心嘅時候咧，呢隊皇馬咧就自廢武功㗎。即係我咁講係有啲過火咗少少啊。可能我對皇馬本身個演出都有好高嘅寄望。事實上我中意睇皇馬啲波㗎，不過冇計啦。咁呢2個回合的而且確可以拎出嚟讚賞嘅地方就唔太多嗱。相反，阿仙奴嗰2個入波啊，咁你諗下，我要先睇一個球員就係美連度嗱，佢縱使一啲高空嘅爭頂咧，或者同對手嘅5波爭奪咧，佢未必能夠完全係保留翻個控球權，但係佢可以有一個干擾對方，你都會失去控球權嘅能力係嘛？1-0呢個波迎接後場高波斬上嚟，佢後腦筍線後佢都冇控球嘅。但係坦白講，魯迪加同佢又有距離，另外一個法蘭加西亞又矮佢咁多，結果個波漏咗喺薩卡仔嗰度，而薩卡仔亦都唔能夠第一時間再走入禁區射門啦，佢回翻個波出嚟，經歷過奧迪哥特，經歷過呢個迪勤懷斯，再去翻呢個美連奴嘅腳下，但係薩卡仔呢個時候已經係遊走入禁區，好似幽靈咁樣打橫移。接應翻呢個美連奴好靚嘅直線傳送啦，跟住轉身啦，咁大家記得個波就係點樣面對住古圖奧斯咧挑射入網嘅，成個組織呢個地面攻勢配合得相當之出色。嗱，雖然往後馬上輸翻1-1啦，咁嗰個波就完全係沙列巴嘅問題啦。沙列巴、加比爾或者基維奧都好啦，佢哋今屆喺禁區嘅位置迎接隊友嘅傳球，你估未曾試過有其他嘅球員對手上嚟逼迫佢哋咩？試過好多次啦，係咪先？一樣係能夠將個波做翻出去，回翻出去。咁呢個係純粹沙利巴完全個人失誤所造成嘅。又有啲人話呢個大衛拉亞咧企埋喺一邊嘅喺個禁區裏面個位置，喂，甚至乎佢企出禁區外，佢哋係集中企喺左邊多㗎。你有冇留意？咁呢個就係教練，既然係咁樣鋪排定落去嘅話，你都冇得怪責佢太多㗎喎，係嘛？不過沙利巴2個回合嘅表現都其實好好啊。係呢下犯錯咯，俾維尼蘇斯射翻入一球咯。如果唔係，我覺得皇馬連破蛋嘅能力咧都冇埋。咁2-1個波啦，去到尾段啦，皇馬谷晒上去啦，又係嗰啲45度斬嗰啲冇威脅嘅攻勢啦。係安迪力有一次咯，比較有威脅啲嘅就係嗰個迎接維尼蘇斯左路嘅出波咯，但係嗰個勁射就斜出咗咯，其餘都冇乜嘢太大威脅啊。咁就係呢個最後2-1個波啦，美連奴又係一個直線放俾小天馬啦。嗱，其實嗰個波咧，皇馬真係防線好有問題嘅。你諗下追截佢嗰個係法蘭加西亞，佢本身速度唔慢，亦都係後備入替，但係對住呢個搏咗成場嘅上上落落嘅馬天尼利咧，都居然跑輸俾佢嘅嚇。咁啊，俾佢射入2-1，咁我哋亞迷就當然開心啦。但係對於皇馬嚟講咧，實際上邊佢哋有好多嘅問題要解決啦。咁啊，下季嘅轉會窗啦，佢哋要執好多人先得啦。咁由於因為 Party 下一場首回合唔出得啦，甚至乎有啲球迷建議咧，就係話史基利拱上中場就左閘位就俾翻呢個泰亞尼去踢。咁睇下嚟緊嘅嗰2場英超賽事，阿迪達會唔會嘗試下有咁樣嘅調動鋪排啦？好，迪勤懷斯嘅巨大跑動能力同埋一個極具精準嘅衝刺兼搶截能力咧，呢2個回合大家都睇唔少啦嚇。咁迪勤懷斯去到今個球季嚟講咧，如果你問我咧，佢最好狀態就呢段時間啊，呢個唔關乎佢上一個回合射入咗2個世界波嘅。係其餘有波在腳嘅表現或者無球跑動咧，我都係要咁講嘅。亦都要讚咧，幾位已經係孭咗寶嘅球員啦，馬天尼利啦、添巴啦、迪勤懷斯啦，各自都能夠咧喺一個咁緊張嘅環境底下咧，亦都冇攞多一面嘅黃牌啦。咁佢哋去到4強嘅全部洗晒底㗎啦嚇，係一個托馬斯柏迪啫，真係比較遺憾在咧，就係呢一點嚇。不過有時間去作準備嘅。阿仙奴今屆歐冠個進程咧，俾到我一個驚喜嘅感覺咧，就係真正喺呢個歐洲賽事就唔係喺度混
而係真係有一個實力企喺度嘅嗱。上屆啦16強其實贏波圖射12碼贏得好問水嚇，對住拜仁2回合都感覺到係好多時間都有心無力嘅。咁但係今屆唔係啦，由聯賽階段中段開始啦，第5場贏士砵亭啦，跟住贏摩納哥、贏薩格勒布、戴拿模、贏基朗拿、大炒 PSV 燕豪芬，翻到嚟主場無傷大雅地和翻嘅一場啦，跟住2回合贏皇馬，即係話咧呢8場嘅比賽贏足7場和1場嘅，咁呢個係極其穩定嘅演出啊！而我相信作為阿仙奴球迷個心情咧都幾複雜嘅今屆嚇。聯賽硬係撐少少，硬係撐少少咁。而家攞緊第2位排名，係因為其他球隊都一齊喺度甩緊碌咁解嘅啫。好咁，但係你話喺歐冠嘅演出咧，又俾到我哋另外一種寄望喎。我覺得做球迷每一個球季都一樣嘅。如果我哋能夠將個最高嘅寄望擺喺最後嘅階段，例如聯賽去到第38週先能夠決一生死，或者你有個起碼嘅足總杯冠軍要去爭下，或者係就係呢個歐洲杯賽嘅賽事啦。咁嗰個期望一路掉到去球季最尾咧，你會覺得嗰個球季開心啲嘅嚇，就係咁樣啦。OK， 但係嚟緊啊，講翻聯賽嗰方面啦，咁啊有嗰2場波啦，對水晶宮同埋呢個葉士域治啦。嗱，跟住落嚟個動力咧，聯賽嗰度咧都唔係完全冇㗎。紐卡素又大炒水晶宮5球之後咧，咁就變相地而家係落後緊阿仙奴4分嘅啫，甚至乎佢哋爭逐前3、前4位置係呼聲最高嘅一隊啊！阿仙奴啦，連續兩個球季入邊咧，輸足4場俾紐卡素嘅，咁啊，我相信無論到時有冇嘢爭都好啦，無論歐洲賽個成績係點樣都好啦，都冇理由喺最後一場主場想輸俾紐卡素嘅話，都係要全取3分為目標㗎，因為冇乜幾多空間再繼續失分落去啦。好 OK， 咁就繼續支持阿仙奴，每一場波都有好嘅演出。都係以贏波為最終嘅目標啦。今集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一度。